9月中，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表示，受到在违法的影响，营养调度等使用国产食材补助经费，明年就改做由地方政府来负担。不过，这业者和农民就真烦恼，讲这地方到达也未变预算，到时阵会去影响到因的收入。不过，主体讲述是讲，已经有招地方政府来开会，请地方用中央的统筹分配款来变预算。在违法直直引起争议，学校营养午餐嘛可能会受到影响。有团产业者指出，营养午餐若使用3种1Q 国产食材，中央有补助奖励金，一年大约38亿。过去是由地方政府向行政院提报奖励金的需求，不过9月13，行政院长杜英台表示，根据在违法的事权分配，营养午餐未来该地方政府负担。团产业者指出，中央说也未发公文请地方负责，因要求款节就讲清楚，若无恐惊影响到每年营养午餐的国产食材供应。地方的部分，目前我得知的讯息，他们也没有编列。那到底在115年会计年度1月1号，厂商到底要不要执行学校午餐使用国产食材？这部分其实会造成很多伤害，比如说学生他的供应品质的伤害，再来是农民。有农民指出，这阵受到关税战的影响，美国农产若以增加计数入来恐惊冲击台湾农民。那阵地方嘛无变营养午餐的相关预算，甚至用美国农产来取代台湾农产，恐惊有超过10万的农民收入受到影响。因为国教名是呼吁上要紧的，也是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嘛呼吁政府赶紧敲切。由地方自我决定，那就有一个问题呢，它会不会继续使用国产食材？许多进口食材先把关，依照美国的一个要求状况底下的时候，那我们到底把我们孩童的健康放在哪里？地方跟中央还是要维持一个最高原则啦，就是孩子的午餐不能中断，要吃得很安心。这些东西是必定要坚持的。针对营养午餐的款节分配和3种1Q 的食材补助，国教署表示，根据学校卫生法有规定，学校应当优先采用有认证的优良在地农产品。另外，行政院主计总处嘛发生文告回应，讲17已经有招地方政府开会，请地方以中央统筹分配税款来办理和编预算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